每年都有7月1號，7·1遊行咧已經成為香港每年一度嘅遊行文化啦。大家今年有冇出嚟遊行呢？嗱，唔知大家你嘅遊行訴求係咩呢？但無論如何咧，大家有冇留意到一件事呢？就係今年嘅7·1同以往係唔同嘅。今年嘅7·1遊行係有好多特別嘅地方嘅。首先，今年咧嘅天氣係特別熱嘅。我哋睇到咧，平均過去30年，根據天文台記錄咧，7月1號嘅氣温咧係31度，今年咧係高到33度，咁所以咧好多人暈倒嘅，幸好大家都冇乜事。嗱，今年咧亦都係特別多攤檔擺檔籌款嘅，咁根據民陣講咧，有30幾檔咁多，咁比過去咧係多咗10檔。今年嘅訴求咧遊行咧係特別多嘅，亦都係有公務員團體啦，有同志團體啦，性工作者啦。有啲外傭啦，甚至乎係少數族裔啦，咁佢哋都上街爭取唔同嘅權益。咁其中咧最特別咧就係雷曼苦主啦，咁咧有4000幾人。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雷曼苦主咧嘅怨氣係特別大嘅，所以佢哋咧就有衝擊中國銀行嘅行動。嗱，喺遊行7·1遊行裏邊有衝擊嘅行動咧，今次係第一次嘅。嗱，講到呢度咧，我就不能不談咧。即係有市民喺遊行集會之後坐低唔走嘅事件啦。今年嘅7·1咧係第一次嘅，03年有50萬人嗰一次咧，事後咧都係冇市民坐低唔走嘅。嗱，因為政治理由民主嘅訴求，而市民喺遊行之後坐低唔走咧。我記得咧就有04年4月1號抗議人大釋法嘅集會之後嘅晚上，同埋05年12月4號市民遊行爭取雙普選之後嘅晚上。嗱，我先比較一個人數啦。05年嗰一次咧，有7萬幾人。咁我只係根據咧學者嗰個統計結果嘅啫。今年7·1咧，事後數出嚟咧有3萬幾人。嗱，05年嗰次咧係單一爭民主普選嘅議題。今年嘅7·1咧當然唔係啦。根據早前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嘅研究報告講咧。今年為咗爭取加快普選步伐而上街嘅市民呢，係約莫接1/9，咁即係6000人啦。嗱，我哋諗下啦，05年嗰次清晨清場嘅時候，被抬走嘅市民有40人。今年7·1之後嘅凌晨清場嘅時候咧，抬走咗130人。比較就係咧7萬人裏邊嘅40人。同6000人裏邊嘅130人，我哋簡單比較下，原來佢哋嘅增幅咧，竟然係40倍咁多嘅，咁呢個係相當驚人嘅。數字唔係遊戲，其實係反映咗問題。130個市民嘅抗爭，全部都係自發嘅。泛民23個議員到場支持嘅，其實只有長毛一個人。泛民政黨喺呢件事其實係零參與嘅。7·1遊行成為過去啦，但係民主嘅問題仲未解決嘅。